生老病死，萬物有序。生命、業餘無線電、天文、AI、人工智能，我哋到底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呢？日出日落，潮汐漲退，咁就24小時。寒暑、大風、冇風、落雨、行雷閃電，同我哋嘅生活有冇任何關係呢？業餘無線電愛好者淨係識得日日吹水，日日嗌 CQ，真係咁簡單？天文學真係無邊無際，虛無縹緲，咁神奇？AI 人工智能到底可以做到啲乜？同埋有冇嘢幫到我哋手呢？我哋大家有啲乜嘢可以學習、需要學習、需要珍惜或者忽略咗呢？凡此種種冇統一答案，好視乎你個人所在嘅環境、條件同埋心態。Let's go， 我們去探索一下啦。Good luck， good day。除咗搵錢、食飯、去廁所、瞓覺、娛樂外，我哋仲有啲咩可以做到？諗一諗啦。生命苦短，匆匆幾十年，好快過。你所擁有嘅能力、資源、知識，係咪可以發揮得到呢？有冇諗住再學習，更上一層樓，亦都將自己嘅知識承傳畀啲後生或者下一代呢？